大家好，我係阿立日記頻道嘅主播 Lily。今集講述香港同澳門點樣對待外勞。香港勞工處本周3/21日公布，3名僱主違反補充勞工優化計劃本地招聘規定，已即時被行政制裁，當中包括淘多多、荃灣有限公司。勞工處表示，有關公司喺申請輸入外勞嘅時候，理應優先聘用合適嘅本地求職者，但經投訴同埋調查之後，證實未依規定辦理。當局自今年1月19日起拒絕處理該公司未來2年嘅外勞申請，並終止現有個案。事件引起香港社會關注，有意見指外勞制度嘅本意係補充人手，而非取代本地勞工。部分企業為節省成本而濫用外勞政策，導致本地人嘅就業機會被擠壓，薪酬受壓。有人認為啦，佢部分嘅行業工作環境辛苦，流動率高，本地人唔願入行，企業聘請外勞屬無可奈何之舉。淘多多公司方面就回應，涉事求職者唔符合公司初務員要求，公司並未拒絕合資格嘅本地人，目前正準備上訴，強調現時逾80%員工為本地人。此事件亦都引發對澳門外勞政策嘅反思。根據2025年11月 A2 表外勞數據，澳門現有約18萬名外勞，其中將近15萬為非專業外勞，主要從事餐飲、清潔、零售、酒店同埋建築等基層行業。澳門政府一再表示要引進人才以推動經濟多元，但現實卻顯示外勞結構仍以非專業工種為主，真正嘅專業人才比例偏低。澳門企業普遍依賴外勞維持營運，形成結構性依附。一方面企業以外勞降低成本，另一方面本地工資增幅長期停滯，導致年輕人唔願投身基層行業，結果係本地勞動力供應進一步減少，企業更加依賴外勞，產生惡性循環。本地勞工嘅薪資水平被壓低，職涯上升階梯被削弱，澳門居民嘅生活成本同工資收入之間嘅落差日益擴大。網友反映，外勞制度原本應該作為補充性措施，但如今外勞補位變取代，使本地就業市場結構失衡。當非專業外勞嘅比例過高，資金流動變主要外流，消費與稅收貢獻有限，本地經濟動能被削弱。呢個係澳門經濟長期面對嘅深層問題。外勞支撐表面繁榮，卻喺潛移默化中搬空本地價值，壓縮居民可持續嘅收入增長空間。同香港相比，澳門喺人力政策監管上相對寬鬆。香港嘅補充勞工優化計劃要求企業必須先進行公開招聘，並提交完整記錄，由勞工處核實後方可以批核。一旦發現違規，將即時禁止外勞申請。澳門雖然亦都設有外勞批比制度，但外界普遍認為審批及監管機制不足，外勞配額分配缺乏透明度，缺乏獨立審查及實地評估程序，令到制度漏洞被企業利用，變相以合法形式壓低人工。好多網友認為，澳門必須重新梳理外勞政策框架，俾引進人才回歸真正意義。非專業工作應削外勞，保本地居民就業。如果任何工作都聘用外勞，就會造成嚴重內捲，到時大家都賺唔到錢，又點樣搞好經濟？澳門應該從長遠視角出發，結合教育政策、產業策略同埋外勞制度3方面協調推行，透過調整外勞結構，提高本地人參與度，改善薪酬水平同工作環境，先至能夠避免經濟陷入低薪依賴、產業停滯嘅發展瓶頸。若果政府與企業未能正視問題，澳門只能維持表面繁榮，逐步削弱其經濟內部活力同社會穩定。尤其要吸引大學生回流工作，而非俾大學生去大灣區工作當作解決。畢竟大學生工作之後又係一個重要嘅經濟消費力同埋生產力。